tuan numita inajela saya hok karak句子呢，maan sananai nangatuan sananai 就是未完成的工作啦，nangatuan hok taya saka anini sarakat saya wai parkan hok ita ikin najila ay maan sananai句子好irah ko在karak numita saka parkan numita ta mitsumul kita to no anini ay jua sananai题目 numita 好，来都干么嘛？等下都好，嗨，等下都好，好，那么那个，当然好。ini an 好，上一次 ina cila ai 好，当然是以sekarang你parkan nomita 上一次做到第6题，这个 sekarang sekarang itu an ini parkan tak 还像还都多了都怎么这个都给你安好，好，能nomita 好给你安好，好，诶，呀，下好搞好，好。ini an hao bisa maan kacau i piculasan 或者是 bisa maan kacau i pitilisan karena 句子好rehat dengan nomita bisa maan 是做了什么 bisa maan kacau 他们 kacau 他们 kacau 就是kacau 他们不是只有 kacau 一个人好他们在学校做了什么 ？Misamaan 做了什么 ？Takazao i pitilisan 或者是 i piculasan。ira ko numiso你harap dengan你自己制造一个问句，然后自己答一样好，一问一答，跟sa soalan numita ini 好，但他们numita television numita ini 以那个讯息栏好，那no ira ko sa在卡边啦卡你television ira ko 助理 numita 几有人在问说未完成，nangatuan tayal 未完成的工作或是事情，nangatuan 好，saka 好，semua tu kita kena 句子有好，但能不能minta mitilit isamaan 做什么做了什么，起码 sakazao 以 pitilisan 或是以 piculasan。那个改造你也可以不一定是学生atau asai to 你们安奈在来以 pitilisan hakia 或是你要制造一个句子你什么安起码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哈以主以地点都可以更改好但他们弄到好但他们弄到mitilit 按照努米酸安你的语言方言别好，然后很自然的回答你会怎么说？不用很在意说要怎么写。你在那当中我们很自然的那种回答就可以好。那么他们tulis好ira ko kapikilan nga ito ni design din ni 讯息栏好 ira ko mafana ay taksohan nira tulis 好。好，我写一下那读案，刚刚那个智慧老师在问哈，那读案，好，然后现在慢慢写哦，慢慢写的句子哈，那读案对，好，嘛，大家都嘛做了对说好，智慧还能谢谢你，那读案大家就是还没完成的工作，好，说了嘛，大家哎呦，一做干嘛大家你是。tira tu i nangatuan tu sa 就是说我在那个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大概大家都知道说他们现在在做什么好来好saka pito ini pito第7个句子好但他们那么他们的好你什么按着个招以提出来三或者是
米萨玛安扎嘎造以比迪利山，努米说汉。好，那个 Terry 在问说，请问老师，你这是哪个方言别？哎，我们这个是修古软语系的那个读安啊，不知道别的语系有没有这一句话哈？美惠老师，伊拉都好马古那么那个读安，Hai, mga tuan at tatayalan. 好马安都好，好，Hai, 说马 na 安都 hani 好，zai hau kahalagu tatayalan ni. Sakatusa lumia tala tumi halak 哎，那个 ilanta mga tuan 就是嗯，未完成的工哎作。海哎，好，谢谢，好，嗯，那个伊拉都啊，面给他，我马上来说好，那个读安，那个读安话过什么大赛？我说我还没有完成，我还在做的意思。好，好，我看到那个吴老师的哈，哦掉了，好，还没有写完，好，再继续写哈。好，伊萨玛安扎嘎招以朱拉丹也可以，他也可以是学生。伊萨玛安在以朱拉丹，伊萨玛安在扎嘎招以比迪利山。你想象一下，学生或者是大人会在学校做什么？每一个人想法也不一样。好，在看扎兰嘛，马他等来说，很大好，好，看到 Sandy 生哈，好，看他们，嗨阿哩其实都首先讲咪，还是你给你看到没说？嗨，Misamaan sa Kazao Ipitilisan. 啊，Misalamaan sa Kazao Ipitilisan. 嗯，Kazao 他们在学校玩耍。哎，对，很好，蛮，来就好。他们都给你三说，嗨，拿来信息。好，阿来马上，他们都好，这写的很完整哈。伊萨拉玛埃玩耍，改造他们，伊地利善在学校，好，这样写对了哈。哎，就是这样写。好，那他们好，还有其他的信息，萨里嘎嘎，那他们好，地利生，我们按斯米说，不一定跟我的一样，好，蛮来跟你说啊，哈拉登安。大人或者是小孩会在学校做什么？伊萨玛安扎嘎造以地利山，或是以朱拉山。好，但他们好地利生，好，少些农民说，古米地利山农民说自问自答。好，外马的哈登你就做安古农马关南，还还。谢谢你的麦克风有杂音呢，会有回音。是有回应哦，回音哦，嗯，等一下哈，麦克风有声音吗？这样子呢哪一多嘛，等于多还是有回应吗？还是有一点。有一点哦，哎，说哎呀，可是我们的麦克风都关掉了，有关了，哎还好高，等一下来，看慢点高，等一下啊。帮我看一下嘞，这个的麦克风来，叫人。
好，好，这样子还有回应吗？好，等他们看看，我们麦克风都关起来了。好，好，我看到那个苏贤的哈，苏贤，马上如果你说好，你说看看，你说我们说那阿不里。Hai. Misamaan Zapanai Isafi. Panai 他们在集会所做什么？Misa Abba Zapanai Isafi. Panai 他们在所酿酒。哦，好，谢谢，好，那他们都好，好，这样写对了。伊萨玛安做什么？扎巴奈他们伊斯费在聚会所啊，他回答说，米萨阿巴扎巴奈他们做酿酒，伊斯费在聚会所，他们在聚会所酿酒，好，这样写对了哈，可以，好，谢谢巴奈，好，看到。米姑老师，好，美惠老师，好，其实都跟你熟悉的，都能米说难，第三说，金星嗨，哎，马过爱豆，哎，其实都，米萨拉玛爱杜玛丽扎卡昭伊比迪利汉，打造他们在学校玩球。对，好，谢谢，嗨，米萨拉玛爱扎卡照，米萨拉玛爱玩球的。打造以比迪利善在学校，好，这样写对了，谢谢美惠老师。好，即智慧老师，其实都等他们少些。Isamaan Zakazao Ijularan. Asip Misaosi Mimali Zakazao Ijularan. 打造他们在学校念书、算术、打球。好，很好，哇，很多项哈。好来，好，他说你阿西读书哈，你阿西你稍细算术哈，数学哈，你稍细好，你玛丽打球啊，打造他们好，一株拉萨好，在学校。好，这样写对了哈，也可以写说你阿西，你稍西，好，后面因为你有好几项嘛，读书、算术，好，汉也可以加一个最后一个阿杜米玛丽算结束哈，阿杜米玛丽扎嘎招以比出拉萨，好，这样子写是就比较好一点啦，好，一项一项，然后汉什么做结束，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好，只要还能你这样写是可以，但是最好后面加阿杜，好，最后一句的加上它。好，还能好，谢谢智慧。改一下哈。还可以加一个阿杜就可以了，就不用逗点了。好，前面那个阿杜米玛丽汉打球，好，谢谢，写得很好，好。然后好，再写哈，他们好，弟弟生打造他们在学校做什么？好，或者是他们在学校说族语，或者是。学校现在那个小朋友在种菜哈，有的学校小朋友在种菜，沙灯哎，他们班上的哈，沙灯，好，我看到那个好，智慧已经修改了哈，你阿西，你沙西阿多，你玛丽。打造一株拉萨，打造他们在学校念书、数学和打球，好，很好，好，谢谢。好，再来
接 ofat 成，好，kisuto 啊，sausian asipan ko ni sulatan na miso， 好，接 ofat 成，麦克风坏掉，好，小心那么个好，好，他说米萨达米娜，在嘎造以比朱拉善，嘎造他们在学校坐船，好，很好，谢谢你，米萨达米娜，好，坐船，达米娜是船，米萨是制作，好，米萨达米娜，嘎造他们。坐船，好，在学校比朱拉善，很棒呢，哦，坐船，好，萨达米娜，好，也有可能哈，在学校小朋友可以或者是发，打造他们是一批成人，帮学校做那个船，做产品也不一定展览用的，好，谢谢发，好，这样写对咯，好。好，看到吴老师、严晨老师，好，提出都好，阿西奔。好，我学的内容是说，Misamaan za panai i sadatengan，本来他们在菜园做什么？然后我的回答说。Di Paloma tu datang Zapana i Sadatengan，本来他们在菜园里种菜。好，谢谢吴老师。好，Misamaan Zapana i Sadatengan，做什么？好，Zapana i Sadatengan 菜园。哈，他说他们在本来他们在菜园做了什么？然后他的回答说，Mi Paloma 是种，好。杜沙凳，好，种菜，好，沙凳，米巴罗马杜沙凳，好，扎巴奈他们以沙登岸是菜园，沙登岸菜园，好，谢谢老师，好，再来吉马少，谢谢。嗨Misamaan jika zau ipitilitan，嘎造他们在学校做了什么？Minanamay Zangra to Masamaan Ataneng Ipitilitan，打造他们在学校学习很多知识。好，很好，谢谢你。好，做了麻烦那说好。好，Misamaan jika zau Ipitilitan，他这里是几个造哦，不是咋个造Ipitilitan。他说嘎造，你应该是咋个造哈，因为你的中文也是写。打造他们在学校做什么？应该是打造以比迪利山，米萨玛安打造以比迪利山。好，他的回答说，米纳纳麦是学习，张拉他们在学习，杜玛萨玛阿玛阿奈，好，各式各样，玛萨玛阿玛阿奈是各式各样，单能知识，好。以比迪利山在学校，写得很好哈，很丰富哈，那吉马烧好，好这样写是很棒哦哈。来，米娜娜麦张拉他们在学习，都玛萨玛阿玛安奈，玛萨玛阿玛安奈，各式各样单能知识在学校以比迪利山，好，很好，谢谢马少，好，然后好。还有下面还有一个在记，不一样，好，不一样，好，其实都，马东那安苏珊少些那个几万噻，你的名字怎么念？那是英文名字。不然我之后改法利奥斯好了。好，法利奥斯好，记法利奥斯好，还大家还。Miha tatanam tu Pisaruma嘎造以比住打饭，嘎造他们在学校学习盖房子。好，谢谢。好，Miha tatanam是学习，是不是？Miha tatanam
学习。那个巴厘岛那边用米哈达达纳姆。好，米哈达达纳姆，练习哈。杜比萨罗马，比萨罗马盖房子，好，杜比萨罗马盖房子，好，这个改造他们，好，比朱拉善，拼错了，拼错，少一个 i。好，对，少一个 i， 你也发现了哈，还能好。对了，你就在改这个比朱拉善在学校，巴黎少那边的学校叫比朱拉善吗？还像？叫公国案。对，应该是公国案哈。好，你可以改公国案啦。你用巴黎少的话，就用巴黎少的话来写。好，来，好，还能写得很好。你还达达南，都比萨罗马盖房子，打造以公国案哈。好，主打上也可以哈。我们也是这样说。好，谢谢。好，马上在订正了哈。马少来首先还找到呢，你订正那里说，对，谢谢。好，谢谢你。Bersamaan Cakazao Ipitilitan， 他们改造他们在学校做了什么？Minanamay Zangratu Masamaan Ataneng Ipitilitan， 改造他们在学校学习很多知识。好，很好，好，谢谢你，谢谢，好。然后好，按照我爱的好，我们就换下一题哦。好的，好，这一句啊，好，Umi samaan nan， 好 ，Umi samaan nan， no namo kurafafui， Umi samaan nan no namo kurafafui。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的？或是你们怎么做？怎么把它怎么用？意思是这样哈。米萨玛阿南，你怎么做的？米萨玛阿南到底做了什么？努纳木，你们库拉发会那个猪，好，意思是说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的？我是不知道中文是这样的哈。好，是你们怎么做？你们把它做了什么？好，Umi samaan nan no namo kurafafui， Umi samaan nan no namo kurafafui。 好，就说你们把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处理的，或是你们怎么抓到的？米萨玛安南呢？米萨玛安南，你们到底怎么做的？好，怎么抓到的啦？好，到底怎么抓到的？好，当他们好，你也可以，好，你要用别的句子，自己制造一个句子，好，自己回答。好，当他们。好，我看到那个，法利奥斯，好，更正的，好，他用法利少的啦，用来回答。好，当他们那个谁，法利奥斯，你来再念一次那个你更正的地方，更正的。Miha tatanam tu bisa rumah za kacau i kongguan。好，可以，好，谢谢，好，公国案，比迪里站是学校，然后来到他们叫公国案学校，好，谢谢。所以我们有不一样地区的方言别，就会有不一样的那个说法。老师，你会怎么回答这一句？我不太知道怎么回答。我会说米萨，好，结果嘛，米迪罗安，米德格兰，直接不一定是米萨了哈，米萨马安南，他是怎么样抓到的？我说米德格兰就是用那个陷阱，好，努尼亚我们古拉法夫，我们是放陷阱抓到的。那只猪是我们用陷阱抓到的。
我是这样写。或者好，谢谢老师。好，你试看看哈。好，或者是你有别的想法，就说最后就是怎么样？你是把那个猪怎么处理的？也你什么安南，你什么安南努那姆古拉法菲啊？那我说，或者是你的父干就是宰杀了，那这猪我们把它宰杀了也可以哈。你的父干努尼亚古拉法菲，我们把它宰杀了，啊，意思可以不一样。你想到的，你会想到那个猪应该是怎么样？你是要抓的呢，还是因为抓到了以后你把它做成怎么样？好，你什么安南努米诺南摩古拉法布，好。好，慢慢写哦，谈他们好，慢慢写。好，umi sama anan umi umi sama anan no namo kurapa foi。好，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人？怎么把它弄成怎么样的？好，哎，看到那个智慧，好，好智慧，其实都少些你，古农民说好，来智慧。Mi samaanan nunamo kurapafoy. O mi atsaan nuniam kurapafoy. 那头猪是我们买来的。哦，谢谢哈，米阿扎安买的，米阿扎安努尼亚布拉法会，我们那头猪是我们买的，米阿扎安，好，可以哦，好，看到下一个书写，好，技术多。misamanan no namu kulafafui，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的？Upanaan no niam kulafafui，那只猪是我们所射到的，这样可以吗？米巴纳安，对呀，可以啊。米巴纳安，一样，对我们射的，好，米巴纳安，射到的哈，射到的，好，可以，谢谢。米巴纳安努尼亚古拉法会，那只猪是我们射到的，所射到的，好，可以，好，谢谢苏贤，好。好，然后好，慢慢写哦，让他们好试看看。试看看，写看看。Maan sang kung numiso maharap tangay.好，然后好，再写没关系，慢慢写。好，你什么安南乌米怎么样的？乌米
阿扎安他们写的哈，阿扎安、乌米、安那安，好，乌米什么的都可以哈。或者是我们宰杀的，好，乌米巴竹干，乌米巴竹干，努米亚，我们把它宰杀的，古拉法布可以，好，好，按照看你有没有想到别的想法。sama ang kung miso haratangan。好，然后好，我看到那个还是马烧，好，马烧结束都。来，星星。哎，umi sama anan no namo kura fafui， 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的？Tanu kamai haniam a milepet kura fafui， 那只猪是我们赤手抓到的。哇，好厉害呀、原住民哦，反正艾米阿鲁炮，空手的，空手道的哈，好，很好，念一次哈。米萨玛安南鲁那木古拉法菲，好，那头猪你们到底怎么抓到的？他说，大努嘎麦，就是空手了哈，大努嘎麦用手了哈，大努嘎麦和尼亚，好，我们是空手用手，好啊，米勒 bird。米勒 bird 抓，好，古拉法菲，好，中文是说那只猪是我们赤手抓到的，好，用手把它抓到的，好厉害，很厉害的原住民啊！现在那个山上啊，对，海古法菲马丁尼山啊，都会下山哈。di kanto Paloma no Mamahay， 现在山猪很多下山了。好，谢谢马少，好，很厉害的，好，空手，好，大努嘎麦和用手，赤手去抓，大努嘎麦和尼亚啊，你了不苦了，发挥，好，很好，写的很好，好，然后好。我爱都好，你继续写没有关系。好，等一下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再把它一起再看一次，再读一遍。好，那我先弄到下一题哈。第9题，好，你按好，马按，好，他说，Masamaan ko kalalizay no namo anini。好，马萨马安，结果怎么样？哈，怎么样？好，嘎拉利在是讨论或者是开会议。好，努纳姆你们阿尼尼今天好，那不就是应该是刚刚已经完成会议完成哈。马萨马安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古嘎拉利在努纳姆阿尼尼。好，下面有写说马拉利在跟嘎拉利在是马拉里在互相讨论哈，嘎拉里在是一样的。马拉巴鲁打架嘛，好，我说嘎拉巴鲁互相打，哈，嘎拉巴鲁，说嘎拉巴鲁互相打哈，马拉巴鲁是一样的意思哈。好，慢慢的写一下你的想法，或者是你说呢哈拉登好。好，吴老师那个你的是好了哈。好，吴连长老师的哈，si na kukunin pilihan nila umi sama anan nun namu kura watsu umi sama anan nun namu kura watsu 那条狗
你们到底怎么样对待他？那条狗你们怎么样对待他？好，他的回答是：Umi rufuan nuniam kurawatsu。好，Umi rufuan 是关起来哈，rufu 关起来。好，nuniam 我们 kurawatsu 那个狗，他说那条狗是我们把它关起来。好，他的回答是这样。好，Umi rufuan nuniam kurawatsu。好，那条狗我们把它关起来，rufu关起来。好，谢谢吴老师。好，第9题哦。第9题，好，这是马案的最后一题哈。好，好，dan naman hal misamaan, masamaan ku kalalizay nunamu ani。你们今天讨论的结果怎么样？好，可以很多种的想法哈。讨论的结果会有结果，有的会没有结果。好，รัฐบาลดีเลย好，好，先看看masamaan ko kalalizay nunang ani。好，我写的话，我是这样写的哈。iratuku lahji iratuku haji 是结果 iratuku haji no kalalizay niam anini iratuku lahji no kalalizay no niam anini。iratu 有 lahji 是结果的意思，讨论有结果了。我们今天讨论有结果了，我写是这样哈。那么做个秘书，好，是有分歧，讨论的结果，每一个人的看法会有不同。好，samaan ko ng miso，好，第3号，ini ai 讯息栏，好。好，谢谢啊。在讨论的时候也会有吵架，有时候有冲突，所以一定是有时候是完美的结果。Pilihan讯息栏，gunung iso, kalutsok, ratang。
在写哈，还在想啊，这很像有点比较长哈，写起来。马萨马安，好，好，音很大声。有没有人麦克风？老师，你那边有杂音呢？是哦，是，还是你就有只东西在动来动去的那种声音？有东西哦，是哦，诶，你一直往滑鼠吗？没有呢。你的滑鼠是不是一直动来动去？可是一直都有杂音呢，好大声哦！是哦，你是不是一直移动东西？哦，那我这样子呢？现在呢？那要不然我可是旁边有什么声音？旁边有东西在动。啊，是不是我们那个移动就有？我们来，等一下，我把我们椅缸。对。我们没有移动东西。是你的麦克风一直摸着？还是我拿掉麦克风？这样子呢哈？这样子呢？哦，可以，应该是你麦克风动到，对。哦，是啊。还是我拿掉我的麦，我那个我拿掉这个耳机看看。拿掉好了。我这样子呢，我把我的那个这样可以，你不要用你的耳机，很清楚。好，我这样讲耳机，这样子还是有杂音吗？没有，这样没有杂音了，很清楚。这样可以了，老师。这样可以哈。好，我把那个耳朵的拿掉好了。是哦，可能我那个耳麦那个插头一直那个，好，不好意思，大家听得不舒服，好，不好意思，大家，对不起，好，爱多就可以哈，谢谢你们，好，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讲，好，我看到那个，好。好，米谷老师好。Namaku tu hao. Hai kiso. Awak. Jadi kata aku, awak ku kapu tu kalali在niam. 我们讨论的没有结果。好，谢谢。爱多，开会有时候是这样哈，第一次、第二次，我古卡布没有结果我古卡布没有结果，好。我古卡布都嘎拉里在尼亚，我们讨论没有结果，好，对，每个人有时候开会讨论不一定是有好的结果，好，伊拉古福马埃，好，下一个，那个好，吴老师，好，基础多。我的题目叫做。Persamaan Kukalalipat Nunamo Inachila， 你们昨天比赛的结果如何？Norway Nuniam Putao， 我们胜过别人。好，很好，谢谢。好，Persamaan 怎么样 ？Kalalipat 比赛哈 ，Nunamo 你们 Inachila 昨天好，你们昨天比赛的结果如何？他说 Maluis Nuniam Maluis 是打败别人哈，好胜过哈 Maluis Nuniam 打误是别人，好我们胜过别人，好来谢谢吴老师 Maluis Nuniam 打误这样子，我们打败别人，好，然后好看到智慧老师。好，基础多智慧。Masamaan ko kalalitay no namu anini. Awai ho ko pinang ko kalalitay niam， 我们讨论还没结果。pinang 好，pinang 好，谢谢。好，awai ho masamaan ko kalalitay no namu anini。
你们今天讨论的结果怎么样？好，awai ho 是还没有哈，古槟榔好，awai ho 古槟榔还没有结果哈，还没有清楚就对了，awai ho 古槟榔就是没有结果。好，awai ho 古槟榔tu galari niam 啊，我们讨论的结果，讨论 galari niam 我们讨论好，对哈，这样子写也对哈，谢谢。awai ho 还没有。古槟榔，好，我爱好古槟榔还没有结果就对了，还没有完成，就是还没有完成就对了哈。我爱好古槟榔的咖喱里在念，好，这样子写对哈。我们讨论还没有结果 ，OK， 谢谢智慧。好，马上都跟你林子琳，好，技术多。我爱古槟榔，古都那了么？我对这件事情不清楚。好，很好哦。我爱古槟榔，好，我不清楚哈。我爱古槟榔，aku tuna lemak，好这件事哈。我爱古槟榔，好不清楚，好。我爱古槟榔，aku，好这样说我不清楚 tuna lemak 这件事，好，可以这样可以写，很好，好，谢谢子琳。好，然后好，去苏贤多，好，马罗的好，苏贤给说多。Ila ai tuku ngayai haji tu galalizai niam anini。我们今天讨论已经有好的结果了。好，很好哈。Ila ai 是有，tu ila ai tu 就是有，古 ngayai 是很好 ，ngayai haji 是好结果哈。有好结果 ，irai tu ku ngayai haji tu galalizai 哈讨论 niam anini 好，我们今天好就说我们今天讨论已经有好的结果了，好，很好，这是好的结果哈。好，然后好这样写对了哈，很好。或者然后你出来好，然后然后好可以继续写好，等一下我们再一起再讨论。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下一个钟头我们就进到那个主这个题目。好，matira 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个10分钟好，bahan好kita好都10分钟mina nom好，先休息。Ini tuh kita好，好。好 ，Mr. Tapang tuh kita好这一节我们进入到那个主题是主好，主好，主有好几个意思哈，就是有时候是主也可以说杂哀啊，因为有的地区杂哀他们都说主或者是杂都不是或者不没有的意思哈。好，比如说有人说主等于杂爱，好，比如说主嘎黑，好，不同意，好说杂爱嘎黑，有的地区是这样说哈，杂爱嘎黑，那有的地方，好像马兰还是那边的都会说主嘎黑，好，主就是不是的意思，或者是说杂爱嘎araw anusan kuno rumah finajalan，有的人会说主嘎araw就是没有或者不是的意思哈，主好，再来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好，在也是不是哈，在嘎带你你都没有来，没有的意思哈，在嘎带你给说你都没有来，或者是说在比anakku都没有交通，在哈。
都没有交通，一样的意思。其实这个主啊，在每一天是我们常常说的常常会说主啊在哪里，你去哪里，达拉主啊给说，或者是问别人嘛，主啊都给说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这样达拉主啊给说，是每一天我们的对话里面跟家人马拉吉在的时候，ira atsaku kalali在努米达好，anu masatak tu tala tu kiso satu好，anu mama antuku tamsau nuluma numitai mama anto 这样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好这样子，所以主啊也可以说是那个哪里你在哪里，或者是前面第一个不是或是没有的意思，好主啊好，再来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我要讨论的是哪里这个问题哪里第三个哪里好，咱们打好好三个自在好三个自在也是一问一答numiswan han haratan to pilih在问的题目哪爱多，然后自问自答好三个自在好。Ijua ku loma nomiso 好 Ijua ku loma nomiso 这是我们常常马拉里在kita to Islam 或者是萨嘎子在好嘛嘎嘎绕都Ijua kiso 好你是哪里的人 Ijua ku loma nomiso 好你的家住在哪里 Ijua ku niaro nomiso 都会这样问所以这比较简单很生活化segala dicai nomita 好 tanaman nomita mitilit 好 tilisan 在这里讯息栏好 satapang 都好 tilisan好，已经看到那个好 Cifalios 好 tanaman sausiin ko mitsulatan nomiso 好 Ijua ku lumak nomiso itaipak ku lumak nomaku itaipak ku lumak nomaku 好，中文是说你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台北。好，一桌古罗马，可是我没有看到你的那个回答呢。一代巴古罗马，对，还没写就按到送出去的键了。好，谢谢。好，弟弟很好，去 Sandy 的 Sandy 阿弟给，好，一桌古罗马努米苏，一不送古罗马努马古。我的家在台东。好，很好，谢谢。好，一桌古罗马，好，一桌古罗马努米苏，你的家在哪里？他说一不送古罗马努马古，
我的家在台东，好，不送台东，好，谢谢 Sandy。好，及智慧的，好，技术的智慧。好，林智慧，好，技术的。Itu aku rumah anu miso.宜兰古鲁玛阿哥。我的家在宜兰。好，很好，谢谢。好，一桌古鲁玛努米说，你的家在哪里？宜兰古鲁玛阿哥。好，我的家在宜兰。好，很好，住宜兰哦。好 ，Farius， 你的答案我看到了哈。好 ，Farius 的刚刚他念过了哈。我的家在台北。好，法律是那个台北第一个字要大写，好，台北，好，那个要大写，前面第一个字要大写，好，台北古罗马努马古，我的家在台北，好，谢谢，好，好，再来，马少，好，基础多，马少。Ichwa ko rumah nomiso, 你的家在哪里？Ipusungan fanau kauliwari ko niaro aniaro ko rumah aku， 我的家在台东县池上大坡部落。好，谢谢。好，你的部落叫嘎瓦里瓦里哦。好，谢谢。好，谢谢。好，大坡部落嘎瓦里瓦里。好，他说布松岸台东县，好，不松岸。好，烦恼池上乡，烦恼，嘎瓦里瓦里是他部落的名字，大坡部落嘎瓦里瓦里尼亚罗古罗马阿古，好，写的很完整哈。住在台东县池上乡的大坡部落，好，很好，谢谢马少，好。好，婉倩，好，基礎多，婉倩。はい。Itu aku rumah nomiso, ikinku matausa aku rumahku。中文是我的家住在城中3明里。好，谢谢。好，马少少是3明里。好，他说Itu aku rumah nomiso，你的家在哪里？他说一心故成功，好，一心故马少少3明里古罗马努马古，我的家，好，这很完整哦。我的家住在成功的马少少部落，好，很好，谢谢，好，婉倩，好，然后好 ，delete 哟。好，你 delete kita 练习写，顺便写。好，minanam mi delete atau semua mi sukai tu niaro no mi so hao。好。好，然后mi delete好，sari kakak。好，星系好 delete ko no mi so hao， ichwa ko niaro no mi so hao。ichwa ko kamaroan no mi so ha。好，看到吴老师，好，基礎多。问我了。基礎多。Ichwa ko putoi reko no mako， kita 你的衣服在哪里？我的衣服在哪里？kita si ko putoi reko no miso， 你的衣服在抽屉。哦，好，谢谢。Ichwa ko putoi 或者是 reko 衣服哈 no mako 我的衣服在哪里？
好，回答的说，也黑吉拉西，黑吉拉西是应该是日文翻的哈，日文翻的黑吉拉西抽屉，在抽屉，古弗瑞里过努米素，好，你的衣服在抽屉里面，好，你的衣服在抽屉，好，然后anu awai itu hao，我们就第二题哦。好，dan namun tak segatu sa hao。好，第二个是ijuai ko kaolahan no miso a kafong。ijuai ko kaolahan no miso a kafong。ijuai是哪一个？好，是哪一个？好，ko kaolahan喜欢的 no miso 你的。嘎凤帽子，好，这里说你所喜欢的帽子是哪一顶？好，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问句也可以，好，你用这个来回答也可以。好，dan naman numita amitilil hao itua ai ko kaolahan numisu a kafong， 或者是 numisuan 问题sapilizai 好 dilisan。好，但能不能米大号？好，给大家时间来写。好，写看看哦。好，tilisan hao itu ai ko kaolahan no misu akafong。然后可以是颜色或者是方位，好，在哪一个位置的我喜欢，或者是什么颜色的。好，anu maku好，我就会说我kahangay akafong， 我喜欢红色的，好，红色的我kahangay akafong ko kaolahan no maku。或者是以什么地方位置哈，古高啦，好，以什么地方，古阿卡风古古高啦汉诺嘛古，好，都可以，好，看你要写喜欢，你喜欢的是哪一个帽子，好，好，等他们好dilisan哟。好，好，我们看到马老师的写好了，好，美惠老师，你说。哦，还上一题还可能嘛不好，马拉里外。上一题的，还都好。还米里在给他读啦，鲁马奥。你做过鲁马努米苏。你的家在哪里？Ibu song saaniwan ku rumah awai ku matawalai mitian ku rumah rumahku 好，我的家在台东宜湾部落。好。Ibu song saaniwan ku rumah rumahku。好，谢谢美惠老师。好，Ibu song台东saaniwan宜湾部落ku rumah rumahku。好，他刚刚自己说他少点了一个，好，他知道了哈。好，很好，谢谢马老师。好，好，第二题哦，等他们
一座爱古嘎乌拉汉努米苏阿嘎风，一座爱哪一个？哪一点，或是哪一个是你喜欢的？好，记 Falios， 好，写好了。好，其实少西恩阿西本滚第二单说。一座爱古高拉汉努米苏阿嘎风，你喜欢的帽子是哪一顶？乌尼尼阿朗沙外古高拉汉努马古，我喜欢的是这顶蓝色的。蓝色的，好，很好，谢谢。乌尼尼这个朗沙外是蓝色的，古高拉汉努马古，好，我喜欢的是这顶蓝色的。好，可以，好，谢谢，好，这样写可以，这样写是对的哈。蓝沙歪是蓝色的意思哈，蓝沙歪蓝色的。好，再来下一个。好，婉倩，好，技术多，婉倩。一座爱古高拉汉努米苏阿嘎风，一嘎夫刚爱古高拉汉努马古阿嘎风，我喜欢的帽子是上面那一顶。好，很好，谢谢。好。一座爱古高拉汉努米苏阿嘎风，你所喜欢的帽子是哪一顶？他说以嘎夫刚爱，好，嘎夫刚爱，嘎夫刚爱，上面的哈，上面的，好，他是写位置哦，上面的那一顶，好，这样说，以嘎夫刚爱古高拉汉努马古阿嘎风，好，很好，谢谢。好，那么都这样写对了哈。他是喜欢上面的那一顶，然后有时候那个，店员会说那一顶和上面的，好，是左边的、右边的都可以位置告诉他。好，谢谢婉倩。好，然后。好，看到那个你子琳，林子琳，好，技术多。高拉汉古古丁爱阿嘎风努马古，我喜欢黑色的帽子。好，高拉汉，好，古丁爱阿嘎风努马古，次序很像有点颠倒哈。好，前面那个第一个字嘎欧拉汉，前面可以加 o 哈，嘎欧拉汉，好，努马古应该在这边哈，嘎欧拉嘎欧拉汉，要不然就是瓜丁爱阿嘎风古嘎欧拉汉努马古也可以，好，要不然就是前面这边是。国丁爱黑色的摆在最前面，好，国丁爱阿嘎风，国丁爱古嘎欧拉汉努马古阿嘎风，好，次序可以按照那个问句的那个，好，帽子可以摆在最后一个，嘿，对，好，按照那个，那这一桌爱就是你，因为你说是黑色的嘛。那你就把黑色的放在最前面，加一个 o 大写。国丁爱不是，国丁爱古嘎欧拉汉努马古阿嘎风，好，这样子写。好，来，西西。好，要不然也是可以说国丁爱古嘎欧拉汉努马古阿嘎风。好，来，谢谢。如果你觉得次序有点乱，就按照那个问句的那个，直接把写上去。瓜丁爱在左爱那边。好，谢谢子琳。来，谢谢。好，谢谢。好，是不是也可以讲说，我拉汉努马古阿嘎风瓜丁爱，也可以，所以那个次序。嘎欧拉汉那就把嘎欧拉汉讲嘎欧拉汉努马古要摆到前面，嘎欧拉汉努马古古瓜丁爱嘎欧拉汉努马古阿嘎风，你说什么？
瓜丁爱这样哦，把颜色摆在后面。对对，可以啊。五个欧拉汉，你再讲一次，米粒，你说的。五个欧拉汉努马古阿高峰乌拉安五个丁爱乌拉。好，可以啊，也可以。五个欧拉汉努马古阿高峰乌拉瓜丁爱，可以，黑色的摆在后面也可以。啊，这样念得顺，然后意思是一样的，可以。好。好，下面是马少。好，马少技术多。哎，先生。好。Ijai ku kaurahan no miso akain。你所喜欢的女孩是哪一个？Ura kahangangai ku fokus akain ku kaurahan no mako。我喜欢的女孩是红头发的那个。好，很好，很会呢，很会写哈。不一样的哈，不用的问句哦。他说，一桌爱哪一位？好，古嘎乌拉汉努说啊，该应喜欢的女孩是哪一个？好，你所喜欢的女孩是哪一个？好，该应是小姐哈。好，他说乌拉嘎安爱古福格斯哈，那个红色嘎安爱是红色的头发。刚刚爱古福格斯红色头发的。好，阿该印小姐女孩都可以哈。古嘎乌拉汉努嘛古，好，我喜欢的。好，我喜欢的女孩是红头发的那个。好，可以，很好，这样子写很好哦，很会写了哈。乌拉刚刚爱古福格斯阿该印古嘎乌拉汉努嘛古。我喜欢的女孩是红色头发的。好，很好，谢谢马少。好，智慧，好，技术多。智慧。Ito'ay ku kaulahan no misu akafong. Ilaw kura ku atalay ku kaulahan no maku. 就是我喜欢那边那一顶白色的。好，有距离哈，一绕好比较远哈，那一个哈，那一顶好，它有拉长一绕，好，比较距离比较远一点点，就可以说距离可以用声音拉长表示那个距离的远。好，不是这个，是那一个。好，一绕古拉，瓜扎赖白色的。瓜扎赖白色的，古嘎乌拉汉诺嘛古，我喜欢的。好，很好啊，我喜欢的是那顶白色的。好，很好，好，谢谢智慧哦。好，老师，我问一下，那个什么，一楼后面是用乌拉可以吗？乌拉，一绕，好，一绕。乌拉古和扎莱古，因为这样好像有两个古。好，一绕你说那个瓜扎赖的瓜扎赖，它不是它的瓜扎赖啊？你说古拉哦，古拉是那个。如果用乌拉嘞，乌拉一绕乌拉也可以呢，乌拉。因为它后面已经有咕了嘛，这边应该是用乌拉扎赖乌拉古和扎赖古高拉汉。好，还可以乌拉，那也是那个，就不要用古拉。好，智慧啊哈，乌拉挂在那个白色的。好，乌拉挂在来古高拉汉。他说，因为那个古跟这个古有一点那个马汉萨怎么说啦？古有两个古，好，那我们就乌拉，好，那个不要哈。伊绕乌拉也是那个瓜扎来古嘎乌拉汉努嘛古，还更好像是完整的。好，这个是乌拉，好，那个好乌拉瓜扎来，那个白色的。
好，谢谢智慧，谢谢淑贤，好提醒哈。好，吴连成老师，比苏多，吴连成，比苏多，好，你的吴老师，你的哦。好。Ito ay ko kana naman numiso wedang。你认识的朋友是哪一位？去红爱古kana naman numako idang。我认识的朋友是红爱。好，谢谢。对，好，刚刚麦克风没关好。好，他说一桌爱有杂音，一桌爱古，那边要关。一桌爱古甘南那曼是认识的哈，哪一个是你认识的？努米数为上朋友，你认识的朋友是哪一位？好，一桌爱古甘南那曼是认识的，努米数为上朋友，好，你的朋友。他说，即红爱，好，这个红爱是人名，即红爱。古甘南那曼努马古，好，红爱是我所熟识的、所认识的朋友，我的朋友。好，谢谢吴老师哈。即红爱古甘南那曼努马古以上，红爱是我认识的朋友。我认识的朋友是红爱，一样的意思哈。好，谢谢吴老师。好，伊拉好，好，安努阿瓦都好。好，下一题哦，打你们大号，下一题来。好，这一题他说一桌恩，好，一桌恩努米苏你的力也可以说米的力哈，米的力好放的意思，米的力是放，古白树钱哈，一桌恩好，你放在哪里？努米苏你的米的力或是米的力，好，放的意思，古白树，好，钱要被你放在哪里？钱你放在哪里？好，钱要被你放在哪里？好，他说一桌恩努米苏米的力古白树，好，一桌恩努米苏米的力古白树，钱被你放在哪里？好，你写看看，你要放在哪？银行呢，还是藏在柜子里面、橱柜里面，或是拿去哪里用？好，都可以哈。钱。好，我先看到智慧订正的哈。好，我们订正了，好，看到了哈。Irau ura kuhzalai ku kaulahan numaku， 我喜欢的是那边那顶白色的。好。好，写看看哦。一座恩努米说你的力古白树。一座恩。
好，一座恩，好，地点哈，地点一座恩努米苏啊，米德利或是尼德利古柏树。好，一座恩努米苏，尼德利古柏树。好，好，看到苏贤的写好了哈。好，苏贤，你说好。一座恩努米苏阿米德利古柏树，钱要被你放在哪里？德里恩努马古古柏树已邮费，钱要被我放在邮局。好，谢谢。好，德里恩努马古，好，我放在德里恩是放好，古柏树钱已邮费，好，邮局。德里恩努马古，我把钱我放在，好，钱我放在被放在邮局，好，邮费是邮局，好。德里恩努马古古柏树已邮费，很好哈，谢谢。好，看你的要放在哪里，还是要藏在哪里？一座恩努米苏古柏啊，尼德利古柏树，好，也可以说钱我放在邮局一样的意思啊，要被放在邮局，我把钱放在邮局，意思是这样。好，说恩努米苏，好，试看看哈，放在哪里？好，然后我再写哈，好，慢慢写哦。好，做恩努米苏。好，如果是我会说安南恩努马哥，我藏起来安南恩努马哥，一当数哈，衣柜哈，衣柜把钱藏在衣柜里面也可以哈。安南恩安浪是藏起来。安南恩努马哥以当数衣柜。好，我看到那个谁，好，婉倩，好，其实都好，阿西奔。一座恩努米苏阿尼德利古哈根浪，一定尼阿尼德利古哈根浪努马古。好。对，要放在这里。好，椅子哈。哈根浪哈，椅子哈，一座恩努米苏啊，尼德利古哈根浪哈，你要把椅子放在哪里？好，哈根浪，好，有人说安能昂，好，的地区椅子叫安能昂，好，有的地方叫哈根浪，好，椅子哦，好，不同的说法，好，他说伊迪尼啊，尼德利。一定尼啊，你的力是放在这里。故哈根浪努马故，好，我的椅子啊，整句来说，我的椅子要放在这里，很好。一定尼恩，好是比较好。一定尼恩啊，你的力放在这里。一定尼恩，好加一个一恩比较好哈。一定尼恩啊，你的力故哈根浪努马故。好，我的椅子要放在这里。好，安倩哈，一定尼恩一后面加一个 en 放在这里。好，
定正加一个一定的 n， 好，好，然后好看到马少哈，好，马少其实都，来信息，一抓恩努米说，你巴鲁玛古阿恩，秧苗要被你种在哪里？一占古，你巴鲁玛努玛古古阿恩，秧苗要被我种在田里。好好好，谢谢好，顶了好，cookie 说好啊。一抓恩努米说啊，你巴鲁玛就种嘛哈，你巴鲁玛都啊恩啊嗯啊嗯，好秧苗好，好这是法兰奥的话哈，不是那个巴里浪的还啊嗯好扎波喊罗念好秧苗扎波好，那他们叫啊嗯好不同的说法哈啊嗯好第一次学到哈好他说。一二赞是甜的意思哈，二赞喊什么哈？好，一二赞过你巴罗玛诺玛过多阿恩好，一二赞过你巴罗玛诺玛过多阿恩好，一二赞秧苗要被我种在田里好。赞含那个田哈，乌玛我们有都说乌玛或者是巴拉，好种在田里，好这边他们叫做赞，好都可以哦，按照你的那个语言别来写，好很好，谢谢马骚，好秧苗写到一个新的，好赞也是哈，田里赞。一二赞古尼巴鲁玛诺玛古多阿恩好，我的秧苗要种在田里，好，种在田里，好，好，谢谢马骚，好，然后可能罗马，好，完全已经更正了哈，一定的恩啊，你的力古。哈格南诺玛古，对，我的意思要放在这里，好，很好，好，下面请，好，吴老师换你喽，比苏多，好，一抓恩诺米说阿巴罗玛古哈纳，花你要种在哪里？巴罗玛恩诺玛古伊巴布达古哈纳，我把花种在户外。好，谢谢吴老师哈。好，他说一座恩努米说啊，你巴罗玛果哈纳好花，你要种在哪里？一座恩在哪里？好，努米说你巴罗玛种果哈纳花。好，他说巴罗玛恩努玛果，我种在巴布达尔。巴布达是外面哈，户外巴布达果哈纳，好哈纳有人叫做法露，好法露也是花哈，哈纳好花或者是法露都可以。好，谢谢吴老师哈。巴鲁玛恩努玛果以巴布达果哈纳，我把花种在户外。好，然后好安了。如果你还在写，没关系，继续写哈。等一下我们就看哈。我先放下一题哈，第四题哈。好，第四题好。以哈朱啊埃，张拉啊呆拉以呆巴，以哈朱啊埃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张拉他们啊呆拉以呆巴，呆拉是去好。以台北在台北哈，他们之前也因为是以什么时候了哈，就已过了是吧？他们之前什么时候去台北？哦，这应该是时间哈，要写时间，以哈左爱时间好，时间好，在什么时候去台北的？好，一样的这样的意思。以哈左爱张拉啊。
呆拉以呆吧，所以以好后面是应该是时间哈，时间写上去，以什么时候好张拉啊呆拉以呆吧，好写看看你的时间，或者是努米苏安啊问句都可以好。好，有写好了吗？好，伊哈做爱长拉啊呆拉伊呆爸。那我自己写是这样说：伊阿要努杜萨阿罗米尔，伊阿要努杜萨阿罗米尔，就是2天前，长拉啊呆拉伊呆爸。好，伊阿要努杜萨阿罗米尔，2天前。好，张拉啊呆拉伊呆爸，2天前他们去台北。他们去台北在2天前。好，是我的写，如果是我写是这样哈。好，马上跟你们说，好写看看哦。Dilisan好 ，dilisan tanaman。好，看到苏贤哈，好，苏贤啊，首先跟你说。好，哎，等一下，你说都好，你在忙，好，没关系。可以。伊哈祖啊爱长拉啊呆拉伊呆吧，他们之前什么时候去台北？伊那吉拉长拉啊呆拉伊呆吧，他们昨天去台北。好，谢谢。好，伊那吉拉是昨天，伊那吉拉长拉啊呆拉伊呆吧。好，昨天好，伊那吉拉，好，伊那吉拉，好，然后古鲁玛埃，好，写看看哦。好，然后伊那吉拉，它数学是伊那吉拉，好，乌努米苏伊。
那个时间也可以在1个礼拜前呐，或者是已经1个月了，好，或是几天，好，都可以哈。好，那个时间也还做爱，这个时间可以，不一样的时间都可以，1个礼拜，或是几天了，好，已经几个月了，好，也都可以这样写，好，好。子琳，好，harus ekonomi好，ada sausian nomiso。嗨，伊那基拉张拉阿呆拉伊呆巴。他们大前天去台北。好，很好。伊那基拉，好，几天以前哈。伊那基拉，好，他拉长，那个他是写大前天哈。伊那基拉应该是大前天的话是应该是2天以前嘛哈。差不多，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好，伊那基拉哈都可以哈，或者是杜萨罗米阿，还有呢杜萨罗米阿也可以2天以前，好都可以，好，很好，谢谢子琳，好，智慧，好，给出多智慧。伊合作爱张拉带拉，伊台北，伊Ayawai阿礼拜张拉阿达拉伊台北，他们上个礼拜去台北。好，很好，好，谢谢。Ayawai阿礼拜，哈，这礼拜的之前Ayawai是之前哈，阿礼拜是上个礼拜。Ayawai阿礼拜，张拉阿带拉伊台北，好。Ayawai阿礼拜张拉。Ayawai 就是之前的礼拜，就是1个礼拜前哈，就是上个礼拜，上1个礼拜，好，很好，时间哈，很好。Ayawai 礼拜上1个礼拜，好，可以，好，谢谢智慧，好，吉马烧技术多，先生，以下做爱张拉阿呆拉伊达高。他们是什么时候去高雄的？对。他们是昨天中午出发的。好，谢谢，好，每次你都不一样的问题跟回答，很好呢，好会哈，好，一下做爱张拉带拉一大告高雄，好，什么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去高雄的？好，他的回答说。伊那吉拉嘎拉侯干，昨天的嘎拉侯干是中午哈，昨天的中午，鲁瓦长拉还是鲁瓦长汉？你们是讲吗？还是鲁姆瓦长拉？你们都是说鲁瓦还？鲁瓦阿扎。鲁瓦汉阿扎跟他们好，鲁瓦长拉他们出发哈，鲁瓦是出发，他们哈，所以他说他们是。昨天中午出发的，好，伊那吉拉嘎拉侯干，鲁瓦长拉，鲁姆瓦长拉，或是有人是像我们那边叫鲁姆瓦，好出发哈，鲁姆瓦长拉，好，那他们那边是鲁瓦长拉，好，都可以，很好，好，很好。昨天中午，你看都可以写，伊那吉拉嘎拉侯干，好，昨天中午，好，谢谢马少。好 ，Falios 技术多好，Falios， 好，老师，不好意思，我的那个网络有点慢，然后我打字打错。是哈，好，现在可以念。好，等一下再念是吗？现在可以。好，可以，好，再麻烦你，好。伊个阿要诺杜鲁埃阿罗米亚长大带来台北，他们3天前去台北。等一下我再更正。OK， 好，谢谢你，好。伊个阿要努杜鲁埃，他说杜鲁埃，他这边等下要更正哈。杜鲁埃罗米亚，好，杜鲁埃罗米亚个阿要是之前，杜鲁罗米亚是3天前，好，那就是
他们在3天以前啊，张拉阿呆拉以呆巴，他们去台北。好，他们在3天以前，他说3天，杜鲁埃阿罗米亚，好，他等一下要更正，好，杜鲁埃阿罗米亚3天前去台北的，好，很好，谢谢法利奥斯，好，嘎阿幺努杜鲁阿罗米亚3天以前，好，这不一样的，好，谢谢，好，然后，好，然后今晚你第一来出来人，好。哈卓张拉啊，呆拉以呆巴，好，已经有人写好不一样的哈，有的在上个礼拜前，有的是昨天，好，有的是昨天中午，好，还有呢3天以前，好，都有时间不一样，好，这个都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哈。好，然后古鲁玛爱好，好，老师好。老师们或者是萨利嘎嘎，好，第一声跟农民说好，好，让大家一起来练习。好，看到婉倩，好，你说好，婉倩来。伊哈卓爱嘎木阿呆拉伊巴里照阿米萨拉玛，你们之前什么时候去旭海玩？伊阿亚歪阿弗拉嘎米阿呆拉伊巴里照阿萨拉玛，我们上个月去旭海玩。哇，很好呢，好，谢谢，好。好，婉倩，谢谢。好，他说一哈做爱嘎木，好，你们什么时候？嘎木是你们啊，呆拉去。好，以巴里绍啊，米萨拉玛，巴里绍是旭海。好，巴里绍一哈做嘎木啊，呆拉以巴里绍啊，米萨拉玛。你们之前什么时候去旭海玩？好，他说一阿幺。阿弗拉伊阿幺阿弗拉嘎米伊阿幺努只在弗拉上个月嘛哈，伊阿幺努应该是努比较好，伊阿幺努只在阿弗拉1个月前上个月，伊阿幺努弗拉伊阿幺阿弗拉好像不顺哈，伊阿幺努弗拉伊阿幺努只在弗拉1个月前哦，1个月前上个月嘛哈，伊阿幺。努弗拉嘎米啊呆拉以巴里绍啊米萨拉玛，好这样子好比较一阿幺努比较好努弗拉好一阿幺努尼这个月啊一阿幺努尼阿弗拉这个月的上个月一阿幺这个月的上一次一阿幺努尼阿弗拉就是上个月。好，这样说比较好哈。伊阿幺努尼阿弗拉，好，这个月之前，好，那就是上个月。好，有时候我们那个阿美族语很难直接用中文把它直接翻到那个阿美语哈，就用叙述的来说哈。上个月的伊阿幺努尼阿弗拉，这个月之前，好。好，那等于就是婉倩哈，婉倩有听到哈。伊阿幺努尼阿弗拉嘎米阿呆拉伊巴里绍阿米萨拉玛，讲那个时间上哈，好，稍微让你了解一下哈。伊阿幺阿弗拉好像不顺哈，伊阿幺努尼阿弗拉这个月改好了，在下面。好，是哦，他写好了，好，很好，他说改好了，好。好，杜鲁埃阿罗米亚那个法利尤斯的改好了哈。好，一个阿幺努杜鲁埃啊，很欠的。好，杜鲁埃阿罗米亚看到法利尤斯的哈。好，改了。好，吴老师换你了。好，关掉。好，8:53。8:53了。你的关了。关了。伊哈做爱张拉阿马夫拉阿呆拉伊多因，他们之前何时搬家到桃园？伊阿要努图萨阿米萨张拉阿马夫拉呆拉伊多因，他们在2年前搬家到桃园。
好，谢谢吴老师哈。他说伊哈卓什么时候？伊哈卓埃长大，他们什么时候？马夫劳是搬迁哈，就是迁徙或搬家的意思。马夫劳搬迁哈啊，戴拉以都应搬到桃园，去桃园，戴拉去桃园好。他们之前何时搬家到桃园？好，马夫劳就是搬家哈。好，再来他的回答说，伊阿要努杜萨啊灭扎，好，伊阿要就之前什么时候2年杜萨啊灭扎2年，那就是2年之前，好，在2年之前，张拉啊马夫劳戴拉与多印，他们在2年之前搬家到桃园。好，谢谢老师哈，这个是。时间上哈，在2年前就说伊阿要努杜萨阿鲁米安，好，跟刚刚那个你婉倩一样，伊阿要努尼尼阿弗，因为它是上个月，我们就要说伊阿要努尼尼阿弗拉，在这个月之前，那就是上个月。好，好，谢谢，好，吴老师，好，福捞，好，再来。好，婉倩已经更正了哈，对他写了哈，好，很好，你要不要再念一次？来，婉倩再念一次来，好，婉倩你再念一次那个答案，好。I'ayau nuni afuras kami ataira iparisau amisalama。对，很好，谢谢，这样就比较顺哈，时间上念起来，好，要这样写，好，谢谢婉倩。好，Irahuku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Irahuku mulai Irahuku lali zayan。好，这个saya kira itu kenyan hao yang matam mangtak tuki nomita hao， 时间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好，malau satu在的阿婚的小爱的个tuki sakatahini nomita ko paharak的。今天晚上的学习到这里，好，谢谢每一个老师和萨利嘎嘎，好，们很认真，然后参与来写。Nanai binanam nomita usaka tunggal nufana nomita，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增加我们自己的能力，书写的能力哈，跟说哈，Terima kasih kako tamanan， 谢谢大家咯。晚安，谢谢你们。好嘞，谢谢，谢谢，辛苦了。